宝藏们，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，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，包括宝藏来信、好剧、好书，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。加入我们，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。对了，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，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，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。各位里民大家好，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，我是王来，我是任务。好啊，照例呢，咱3月份的时阵，拢会来讨论这个旅行的议题，因为3月是这个旅行月。啊，去年咱有小解这个万社伫咧英国争取旅行投票权的这个角色，含一寡较重要的人物。啊，有兴趣的里面会当去听迄集。啊，今年呢，咱要来讨论这个生囝的议题。先为这有新的时阵开始发现了你家己有新了后，伫台湾就是直接去找一间妇产科的诊所，就开始看医生嘛。无就是去看你要对一间病院嘛。毋过伫遮呢，你是爱先敲电话互你的家庭医师，就是 GP， 甲讲伊才会甲你转诊到附近的病院去检查。你伫遮头一届检查是12周，毋过台湾是8周就先照超音波啊。毋过英国遮无伫8周的时阵先照，可能是因为因无咧安胎的，就是讲因会拢会甲你讲12周进前，若是胎儿无稳定，无去就无去啊。因嘛有教育产妇讲12周进前你若流产的几率是1/3。伊嘛会甲强调讲这毋是啥物样的毋对，这是自然的，自然就是1/3。因嘛会讲因为伊是等于是无健康的胚胎，所以你强留嘛无好。所以因嘛无因就无咧安胎的啦，所以就12周了后，你的这个囡仔若是阁有伫的，表示伊是已经稳定啊，所以伊就可以当开始先照一届超音波啊。过来台湾就是1个月去一届生产检查。毋过英国我会记得我敢若有12周、20周含28周有去。因为我28周我就转台湾啦，所以我今仔做到28周，我毋知影28周到40周这中敢有较恰做检查。毋过我听讲产前只有伫英国敢若照3届的超音波尔。你有若想要加照，你就爱去私人的病院。我迄当阵是像你讲的，伊就会甲你转去GP， 就会叫你去甲迄个助产士联络。差不多1个月3检一届。差不多12周到20周的时阵，伊会甲你转去病院，互你去做超音波佮其他的检查。28周是伫我的经验，我敢若12周到20周啊。伊可能后壁有改无，我是毋知。你若想要加照的，你就爱去像你讲的爱去私人病院。有因遮嘛足侪专门伫照超音波的。毋过伊迄当阵有限制，讲34周了后就袂当照啊。真正哦。我迄当阵是安尼啦，毋过我头摆去较查，有诶想要到42周才会当照诶。因为我转台湾了后，36周了后是逐礼拜拢照呢。伊要看伊即马偌大汉啊。对啊，伊遮就是伊敢若甲你照12周到20周，伊若要看囡仔偌大，伊就是量你诶腹肚。台湾是用迄超音波诶，即个看着来去看迄囡仔偌大汉。对，因为我囡仔差不多，我第一胎时阵我有转去台湾嘛。
28周、30周的时阵有照。阮后生伊的头就是伤大，嘿，比实际搁较大，差不多2周吧。嘿，所以真正生一久诶，卡伫遐。对。阮查某囝嘛是头壳较大，所以医生是讲想讲伊可能是较大汉。嘿，所以医生就有咧烦恼讲伊敢会伤大汉，就叫我爱去找医生。好。我是真介意讲最近有一个吴医生，伊咧推销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讲爱运动。你有心头3-4个月可能会有迄个 morning sickness 嘛，就是会毋过你若是身体较无遐袂爽快了后呢，你就爱开始上好是开始量早开始做一寡重量训练，就是重训。毋过其实像阮阿爸阿母迄样的，可能拢会讲叫产妇爱尽量莫动啊，就侪禁忌的。嘿啊，毋过这就是咧人咧讲，这到底是咧保护产妇，还是咧限制产妇的自由？产妇真足侪限制。迄当阵我咧有生的时阵，拄好咧看厝嘛，阮妈妈就一直甲我交代讲，你若要搬厝的话，你一定要等你囡仔生了。无你袂当搬你的名称，无安那有诶拄无诶。其实我咧有生的时阵，逐个拢讲有生的时阵，厝内袂当动厝内嘛，袂当装潢啥物货啊。毋过我有生的时阵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阮发现讲咱厝顶诶即个灰仔有瓦片啊，有咸啊，所以你若是甲迄个 loft 泡开，你会当直接看到天顶。所以阮就去找工人来做嘛。结果呢，请到迄普龙宫吗？普龙宫诶，因就是甲阮诶厝顶泡开了，因就走啊。搁互骗4000磅去。结果呢，结果呢，伊厝尾顶甲我泡开了，伊也无封起来哦。迄工营人就开始落雨啊。我天啊！落雨了，你嘛知影遮诶厝拢是纸糊诶嘛？对，无啦，就是头诶。所以我房间就开始落雨啊。系啊，我天啊！系啊，足恐怖诶。所以迄工就是迄几工真正拢真惨嘛。系啊，好佳哉有临时有找着会当做厝顶诶，因就规个顶做啊。系啊，所以迄嘛是无法度避免诶啊。真诶，因为我拢袂记迄当阵是你有生诶时阵呢。系啊，对啊。迄阵时阵真正是小可迄落嘿。一定是痛苦诶啊。系啊，因为我的房间咧落雨嘛，所以就袂法度困啊，就摕迄个spong机去另外一间房间坐伫涂骹困。系啊，规个拢是毋知咧创啥。对啊，煞来就是生产的迄工啊，我听到台湾来的妈妈对即个英国系统上咧怨叹上济是第一啦，就是遮无医生，竟然有产婆，就是做产师。第二是无法度选择破腹剖腹。第三个就是因遮无咧加火阴的。第四个就是你生了呢，爱家己一个人照顾即个囡仔到你出院。先来讲即个产婆即个制度，我感觉是真趣味，因为其实台湾早期伫咧日本时代嘛是产婆咧接生的。到后来才转变成是即个妇产科的医师。一直爱到即个70年代，医生接生的人数才正式的超过即个助产师接生的人数。
伫因国家咧，即个助产士伊嘛是需要透过3到4档诶，即个大学诶教育，摕着大学诶学历，才会当开始正式诶讲做工课。伊通常会互人NHS 会甲因分配一个地盘，就是即区诶产妇拢是伊咧照顾诶。伊会斗3工去联络即个产妇，含伊病院之间，比如讲要约啥物诊啊，还是有啥物问题啊，伊嘛会安排即个卫教。甚至到囡仔出世诶28工内，拢是伊来负责即处理即个产妇诶所有诶问题。毋过你伫台湾，你就是去一间病院做检查了后，就是拢对即个医生咧看，除非你有换病院。以我的经验来讲，就是逐个地区无共，所以你当着的助产士拢会无共。像我迄当阵产检的时阵，我的助产士甲我迄当阵要生的助产士是无共的人。嘿，毋过就是其实你去产检的时阵，逐个月迄个助产士是共一个，伊会甲所有的你的产检的记录写伫一本彩色的簿仔。所以你要生的时阵，你得爱查迄本簿仔。生产的方式呢，就算讲30几周的时阵，伊会问。毋过真正到病院的时阵，因为是无共的助产士，所以因佫会问一解，讲你是要以啥物的方式。你若真正想要破腹的话，其实你若一直坚持，因是会互你破腹的。你就是爱大号硬有。我有听过之前有一个阿姊啊，因为伊40几岁才有生，伊讲伊求即个囡仔求毋知偌久啊，伊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囡仔，伊讲即个囡仔我绝对袂当有任何的差错，所以伊甲医生讲我绝对爱互医生接生，拜托伊搁伫迄。伊搁伫病院嚎甲大，嚎甲迄个目屎流目屎滴，讲拜托，我已经20几岁，即个囡仔我若是无去，我有几个5档会当搁再抱一个囡仔出来。真的啊。因为医生伊无想要安排用医生来接生，主要是因为伊讲伊一个医生，因若是医生要接生的，毋是一个医生啦，因可能爱5、6个医生伫边仔等standby，所以讲安尼其实真麻烦，所以因就无爱用破腹的。像即个你讲甲囡仔出世的28工内，拢是伫负责问题。是安尼问题，因为迄当阵我嘛是，就是助产士伫你生了差不多3工到5工来恁兜甲你看，看你会晓饲无呢，还是照顾即个囡仔无？伊嘛会来关心你，就是敢有互好对待。伊会甲你甲恁翁请去另外一个所在，伊会甲你问讲你敢有互拍，还是啥物即款的问题？若有的话，因就会插手就对啊。足趣味的呢。系啊。你若是状况较好的话，差不多2个礼拜，伊就会甲你换号 health visitor。health visitor 的，就是你专门伫看即个囡仔。伊若有啥物疫苗，还是啥物物件爱做的话，拢是即个 health visitor 去甲你斗相共。你若有甲即个囡仔有啥物甲囡仔有相关的问题，你拢会当甲即个 health visitor 联络，伊会来关心你的囡仔的状况甲你的状况。学是我听过上大汉学是到5岁，到5岁以后，即个 health visitor 就袂去插手安尼。安尼嘿。毋过阮兜是差不多2岁，伊就无搁来过啊。对啊，就是有的人就较久无，伊就一直联络啊。嘿我嘛是，因为因甲2岁时阵，毋是会做一个算是健康检查。伊个囡仔若拢无代志的话，因就是甲2岁就结束。有的可能若较猫毛的，伊就一直要甲伊的 health visitor。对。
我感觉这个 health visitor 嘛是另外一个跟台湾无啥共款，我毋知是毋是因为我迄当阵是疫情的关系 ，health visitor 拢是直接来阮兜，啊毋过伫台湾，啊无就是去卫生所，啊无就是去迄个小儿科的诊所。无 health visitor 拢是直接去恁兜无毋对。对啊。我感觉嘛是介趣味。啊，毋过我第一梯的时阵，主餐书会讲我得甲你 discharge 嘛，伊完全无摕到迄个 health visitor 的代志，所以 health visitor 来的时候，我想讲，你是啥？你是要推销啥物？对啊。因来的时阵拢会穿制服，啊外口佮用一个塑胶的卫生裙，看起来就想要来煮菜的。对。啊，毋过因那会有一个牌仔啦，就是，对 NHS 的牌仔。对。讲到这个破腹啊，我感觉真趣味，就是因为我是等于台湾生的嘛，拄则讲这个因为医生一直就惊我囡仔伤大汉生不出来，所以39礼拜伊就叫我去催生啊。阮那有真袂爽，因为生出来囡仔无就大的，就是平均尔。毋过我是无就要伊，因为我是有听讲就侪看欧洲人结婚的阿母。囡仔拢较大汉，所以有诶拢生一半，伊讲啥吃全餐啊，食全餐诶，就是你自然生产到一半大出血，紧急去破腹。我是较无胆，我甘愿讲我先甲生出来啊，而且讲阮囝诶头是有较大粒啊，医生佫用迄，你敢知影迄通迄马桶诶，迄黑色迄吸诶，甲吸出来，所以头一礼拜头壳小可尖，就像樱桃小丸子内底有一个角色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是啥货，我知影。对啊，毋过迄当阵，看我伫当一个病院生诶。妈妈内底啊，我感觉有差不多一半是破腹的，因为咱拢会做伙去上迄卫教的课，我看足侪人拢是破腹，毋过因为我毋是伫即个公立的病院生，我感觉可能来到私立的病院，可能袂少是为着破腹来的。我嘛有听过足侪人咧讨论讲台湾人就爱破腹的嘛，因为有的人想要算什么8字啊，有的人想讲安尼较袂影响你阴道的型啊，还是啥物有诶无诶所以我有小可甲查者，我看到台湾的破腹的比率啊，伫咧2022年是38%，英国呢是34%。差无介真诶。毋过英国伊其中15%是选择破腹，19%是紧急破腹，就是我拄仔讲诶，自然产甲一半无法度紧急，是讲可能伊是迄个脐带绕颈等等。我有查到一个网站，伊咧讨论这个破腹吼，伊伫1000通诶女性内底去调查因的生产方式的选择，其中呢就是调查因的意愿啦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想要自然生产，11%的人想要破腹，将近10%的人想要伫厝内生产，过来真趣味就是伊比较即个收入甲年纪，上济人想要破腹的年岁是即个族群是25到34岁，第二济是35岁到44岁，可能我会当体会，可能年纪大无想要足超切的。我讲破腹听起来足恐怖啊！我嘛感觉呢，因为伊爱甲你的腹肚破开，我感觉就毋是爱7站啊，是几站吗？过来伊想要破腹的年收入是3.5至4.5万磅，就是3.5万磅
以上诶，啊前3名拢是年收入3.5万磅以上诶。嘿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较有钱诶人吼，就会较想要破百，可能是想讲安尼较有法度，你去掌握着讲你会当啥物时阵生啊，等等诶，嘿啊。我家己是徛伫女性诶角度，是感觉讲有选择是较重要爱去尊重即个产妇诶选择。真诶，我感觉选择较重要，真诶。啊，你头拄讲着伫厝生，伫英国伊有做调查，伫 England 甲 Wales， 2019年诶时阵，有差不多2%诶人伫厝生。毋过其实即个比率有开始伫增加。即马台湾我感觉嘛有较济无共诶选择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三体拢是伫厝里生，伊就是请即个助产师来厝里甲伊斗3工，互伊生。啊，因叫做温柔生产。系啊。因为迄当阵我伫生第2胎诶时阵，我嘛有伫考虑甲要伫厝生。反正我有甲我诶助产，就是我诶产婆有伫讨论讲，我诶生产方式是要用啥物款诶？啊，伊就一直推荐我讲，我会当伫厝生，因为伊感觉我第1胎顺产，啊生了足紧诶，所以伊感觉我足适合伫厝生，因为毕竟是伫家己诶厝。啊，你诶人会较轻松一点啊。毋过我到最后嘛是伫病院生，因为我甲阮翁有去查一下伫厝生诶比例，啊发现讲嘛是有足济嘛是到尾送病院诶。所以我是讲也是去病院好啊，因为若有啥物突然发生啥物状况，你伫病院生较安全一点嘛。啊，另外是我无想要去收遐物件。我惊你若生了，佮一堆物件伫恁兜咧生了，你该定看我感觉。笑死。对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是伫水中生产。我会记得我诶体感是英国大部分诶病院内底拢有迄个设备，会当互你水中生产。有，啊，我感觉台湾即马开始渐渐有啊。毋过盖成无英国遮济。无对啦，英国是逐间病院至少拢有1间也是2间诶池，互你伫水中生产。啊，我第2胎就是伫水中生产诶。我感觉就是有遮好笑，因为我迄当阵已经破水啊，去到病院。啊，我就足坚持要爱水中生产。啊，伊就讲吼，你确定吗？伊迄漏水爱漏30分钟哦。伊惊我伫这30分钟生出来。我讲我确定我一定要伫水中生产。啊，伊讲好，啊，伊去漏水，啊，差不多水漏甜，差不多30分，我囡仔嘛要出来，所以我就赶紧去水内底。啊，连享受拢无享受着迄水中生产诶好处。我浸无到10分钟，我就出来啊。等下伫水中生产是毋是无法度煮迄无痛？无法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真正较无遐疼。真正诶哦。真诶嘿。因为我是感觉无痛爱煮好煮满诶迄派诶。你有煮无痛吗？有啊。啊，是哦。尤其是我催生诶，我会当take my time，来决定讲我啥物时阵要开始煮。因为催生都爱足久诶啊，我生36点钟诶。有够久诶啦。系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催生伤早，毋是催生，迄个无痛伤早煮啊，因为你开始用了后啊，你着爱倒伫面床顶，你就无法度起来啊。啊，你着爱用接迄热管啊。就很不舒服哈。我感觉2个比较，我真正是鼓励大家水中生产，因为
我第一梯就是去到病院的时阵，我已经开8载啊，所以我无法度煮无疼。嘿，其实我嘛毋敢煮，因为我感觉按龙骨入面，我感觉有诚恐怖。嘿，第二梯，嘿啊，我就是讲我要水中心山，真正伫水中，我感觉是因为迄个是伫水内底，真正会互你的疼减轻嘛，你嘛较好甲囡仔送出来。嘿。对啊，有人咧讲，其实倒咧生较无好出力。嘿呢，因为你倒伫山台面顶，你是倒咧生啊，迄较歹出力。你若是伫水中，你是小可安尼拍咧，规咧，会较好生。水中生，我已经袂记我安那。反正你伫底下内底，迄个自山素嘛，无法度对你入面啊。系啊，所以你伫底下，以你家己上，你感觉上袂疼上，对，你想要啥物姿势拢会使。对，系啊。我问你伫英国生，你敢有先要讲灌肠？灌肠要灌啥？灌肠。为什么要灌肠啊？卵肠先放，甲屎放互清气。无呢？伫台湾有呢。是哦，有啥物啊？会惊你屎煮出来吗？对啊，毋过我有听过，你若无安尼伫咧水中生产，囡仔含屎则会补出来。其实吼，我想要水中生产的时阵有放出来呢。就放伫水内底哦。嘿，毋过伊也袂散去啊。迄是我到尾，就是我离开池仔时阵，我才发现有一个系啊，有一条，无就是足细粒啊呢，毋是一条，系啊。毋过我我大汉的时阵嘛无放出来啊，可能伊的头搞甲迄肠仔迄边的迄塌掉的，所以无法度出来，我毋知。系啊。介趣味，系啊，第三个就是要加火音，还是无加火音？我感觉这嘛是产妇的选择啊，因为当然台湾较济是会加，毋过我当时去病院的时阵，伊是有互我一张纸，我会当签讲我要加还是毋加。好。我是无去做啥物功课，所以我就感觉无差，我就甲签落啊。我知影讲英国是无签的，阮翁有去查即个医学期刊，讲其实无加会较恢复较紧。毋过我感觉这就是对啊。毋过我感觉就是这是产妇的选择啊。我共款，我嘛是无要求，我感觉无差。你就是尤其是我生了，你就是紧甲我天的，我要去休困啊。毋过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我感觉也是。虽然讲我两体拢无加，毋过讲我感觉加了，你至少你要疼的速度会较紧。因为我第一体是疼差不多要2点钟诶。够恐怖诶！系啊，拢疼的时间拢比我生的时间较久啊，所以我感觉也是加至少你有互伊一个方向，伊嘛较好去疼啊。系啊。我是无啥物差，毋过我感觉。系啊，我就是感觉讲，可能有加较好听，安尼我会当较紧去休困。水中生产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伊的空喙、伊的肺音遐袂疼足大。嘿，像我迄当阵就是水中生产了后，迄个助产士是甲我讲，我毋免疼，会当互伊家己好就好。所以真正轻松足济。安尼袂歹呢。系啊。对啊。好第四个就是生了呢，你就爱一个人照顾迄个囡仔到伊出院。你当时敢是安尼？我当时敢是反正伊就甲囡仔囥伫你边啊，伊袂甲囡仔撒互走啊。所以就是对啊，生落来了，你得爱照顾甲伊18岁。
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咧疫情的时阵生嘛，伊讲因为伊生的时阵因翁嘛袂当入去啊，生了伊就爱一个人伫病房照顾迄个囡仔，而且伊迄病房是5、6个人的病房，逐个囡仔拢伫无共时阵开始哭，伊感觉足忝的，足忝的，而且因为迄个因翁嘛袂当入来嘛，所以伊就是爱饲奶啊，啥物货尤其是囡仔拄仔出世的时阵，差不多2、3点钟就爱饲一摆所以就感觉足忝的。若是要，比如讲要换药珠啊，啥物拢是伊爱负责的，一个人好忝的啊！系我感觉足恐怖。你当中时间毋是，还是恁翁有伫遐？阮翁甲阮妈妈拢有做伙来嘛。因为我的生产就是足顺利啊，所以我当天就出院啊。你无住院？我无住院。像台湾是毋是拢爱住3工啊？对2个。好。系啊，我就是生了当天迄暗，我就拢出院啊。哇塞！因为我感觉上疼的，就是迄天诶，就是头24点钟，我是连行路拢感觉足疼诶。我感觉这就是有你肺因遐有空喙甲无空喙的差别。真正就是你听的迄个所在，你就是感觉真正就是你规个人无爽快，你连行路都无想要行路啊。迄当阵水中生产，伊讲我空喙会当足细，会当互家己好，我就是伫遐行来行去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，你著迄个无爽快感觉，你著拢无啊。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体真正剃足久，下底规个是整的，你我迄真正我迄疼真正毋知边仔形容。我知啊，我头一摆，因为我是一个足够困的啦，我是头一摆有疼甲我无法度困的，我规暝无困。而且你放药，你嘛会惊着迄空喙都拢伫遐，你放药你嘛无爽快啊，你知无？对啊，所以今仔日听落来，感觉该像是咧甲大家推测水中生产。其实我是感觉讲，你互女性有较侪选择，愈好，互大家有选择的自由，大家爱尊重即个产妇伊的选择，因为毕竟迄是产妇的身躯嘛。无错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咱今日无法度讲伤济就先讲到遮。大家若是对于即个英国生产有啥物问题，拢欢迎来私信，甲咱小问一下。对。好，系啊，最主要就是爱尊重大家人的身躯，尊重女性伊即个身躯的权利，互伊家己去做决定安尼。对。好，安尼，伫遮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太平安，财会龙来坐，小就来方便。